你怎么那么傻？没见，没想到咱们俩今天在工作上重逢了，真是巧啊！我也觉得有点意外呀。今天接到你的电话，说是这个事儿，我都愣住了。哎，你不是一直在奥美吗？什么时候出来的呀？我来这家公司时间也不长，多亏是我们林总很器重我。林总真是好眼光啊！我的这位师弟呀，那不仅是一表人才，那能力也